你有冇諗過點解你每一次落定決心去減肥，最後都會變成報復性嘅大飲大食？點解你明明發誓唔食晚餐，但一打開雪櫃，隻手就好似有咗自己意識咁，將件蛋糕塞落口？點解你明明已經食飽咗，但見到餐台上面啲剩菜，仲係忍唔住要清晒成個碟？如果呢啲場景你覺得熟到不得了，咁請你聽清楚啦，呢個唔係因為你懶，亦都唔係因為你意志力薄弱，更唔係因為你呢個人冇得救。你之所以喺減肥嘅泥沼入面越踩越深，係因為你一直俾人灌輸咗一個錯誤嘅底層邏輯，嗰個就係對抗。你試圖用意志力去對抗本能，呢個就好似攞隻雞蛋去掟石頭咁，輸嗰個一定係你。今日我要為你帶嚟一本足以顛覆你後半生飲食認知嘅書。呢本書嘅作者唔係咩網紅博主，而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嘅頂尖科學家，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嘅榮譽教授 Gene Kristler 博士。佢用咗30年嘅時間研究咗一套叫做為正念飲食覺知嘅訓練法。呢本書嘅名好有意思，叫做正念飲食，但佢嘅英文原版書名更加能夠擊中你嘅靈魂，翻譯過嚟就係半塊餅乾的快樂。聽完今日嘅內容，我唔要求你節食，唔要求你戒糖，甚至唔要求你放棄你最中意食嘅炸雞同奶茶。我淨係需要你學識一件事，點樣重新攞翻你對食物嘅掌控權。呢個將會係一場關於食嘅認知革命。如果而家你身邊有零食，唔好急住收埋佢，你可以一邊聽一邊食，但請你一定要聽到最後，因為你食呢啖零食嘅方式即刻就要改變啦。首先我哋要踢爆一個關於意志力嘅驚天大話，99%嘅人減肥失敗都會怪自己，哎呀，我意志力太差啦。錯，大錯特錯。Kristler 博士喺書入面話俾我哋聽，意志力唔係一種性格，佢係一種資源，就好似你部手機入面粒電咁。朝早起身，你嘅意志力係爆滿嘅，所以你可以食全麥麵包同飲黑咖啡。但係隨住你全日嘅工作、開會、處理屋企瑣碎事、忍受老細嘅狂鬧，你嘅意志力電池一直喺度耗電。到咗夜晚返到屋企，你嘅電量得返5%咋。呢個時候你打開雪櫃，面對住一件朱古力蛋糕，你嘅理智話俾你聽唔食得，但你嘅理智係需要消耗電量去運作嘅，而你已經冇晒電啦。於是乎，你嘅自動駕駛模式接管咗個身體，你一啖就食咗半個蛋糕。食完之後呢，你會陷入深深嘅自責，覺得自己係一個廢柴。呢種羞恥感會令你產生巨大嘅壓力，而壓力會進一步耗盡你嘅電量，搞到你自暴自棄，食得仲多。呢個就係節食、暴食、自責、再暴食嘅死循環。正念飲食呢本書嘅核心觀點就係唔好再用電池啦，我哋要用指南針。正念就係你內心嗰個指南針，佢唔需要消耗能量，佢只需要你覺察。乜嘢叫做覺察？我哋大多數人食飯其實都係冇意識進食。你諗翻下，你今日晏晝食咗啲乜嘢？嗰餐飯係咩味道？你咬咗幾多次？你當時嘅心情係點樣嘅？好多人都答唔出，因為我哋食飯嗰陣對眼望住部手機，個腦諗住份工，個嘴只係一部機械式嘅碎紙機。我哋根本唔係喺度食嘢，我哋只係喺度填肚。因為你個心唔喺度，你個大腦就接收唔到我食到未食啦嘅信號，所以就算你食咗成大包薯片，你嘅大腦仲喺度嗌我仲要，我仲未滿足呀。呢個就係點解你明明個肚飽啦，把口仲係好想食嘢，咁點樣打破呢個僵局呢？ Kristler 博士提出咗一個極其震撼嘅概念，內在美食家。佢認為我哋每個人嘅身體入面都住咗一個美食家，但我哋將佢餓死咗。我哋用卡路里計數機，用減肥食譜，用唔准食呢樣唔准食嗰樣嘅教條，將呢個美食家運咗落監牢度。而家我哋要將佢釋放出嚟。書入面提到一個非常出名嘅實驗，亦都係呢個正念飲食訓練課程入面嘅核心練習。我將佢稱為提子乾禪修，但為咗令你更加有感覺，我哋將佢換做你最中意食嘅嘢，例如一塊高熱量嘅曲奇餅或者一粒朱古力。而家想象下，如果我准你食呢塊曲奇，但有一個條件，你必須要用正念嘅方式去食。點食？第一步唔係食，而係睇。將呢塊曲奇放喺手心，好似一個外星人第一次嚟到地球，見到呢件物體咁去觀察佢，睇下佢嘅顏色係深啡色嘅朱古力豆，定係金黃色嘅餅皮，
睇下佢嘅紋理係粗糙定係細膩嘅，睇下佢邊緣跌落嚟嘅餅碎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你會發現你對佢嘅渴望開始發生變化，唔再係嗰種喉擒嘅搶奪，而係一種欣賞。第二步係聞，將塊曲奇慢慢接近個鼻，深呼吸一啖氣，你聞到啲乜嘢？係牛油嘅濃香、香草嘅甜味，定係朱古力嘅苦澀？當香氣分子進入你嘅鼻腔，直達你大腦嘅邊緣系統嗰陣，你嘅口水開始分泌未啊？你個胃開始蠕動未啊？注意呢個時候你仲未食，但你嘅身體已經開始享受緊啦。第三步先係食，但只可以食一細啖，咬一細啖落嚟，千祈唔好急住咬，更唔好急住吞，將佢放喺條脷上面，等佢停留一陣，感受下佢嘅溫度，感受下佢喺脷尖融化嘅觸感，係鬆脆嘅定係綿軟嘅，然後開始慢慢咬。書入面建議每一啖食物至少要咬20次以上。你可能會覺得好荒謬，邊個有咁多時間呀？但奇蹟就喺呢20次咀嚼當中發生啦。你會發現第一啖嘅味道係驚為天人嘅，嗰種甜味油脂嘅香氣喺口腔入面爆炸。評分嘅話係10分，然後你吞落去食第二啖，味道依然唔錯，可能有9分。第三啖8分，然後你開始分心啦，味道好似冇咁濃啦，6分。到咗第5啖，其實你嘅味蕾已經疲勞啦。冇錯，同樣嘅刺激已經唔喺度，你呢個時候食到嘅味道可能得返3分。呢個就係經濟學入面嘅邊際效用遞減規律，喺食嘢上面體現得淋漓盡致。Crystal 博士喺書入面一針見血咁指出，我哋往往為咗第一啖嗰種極致嘅快樂，而機械式咁吞低咗後面嗰10幾啖毫無知覺嘅食物。所謂半塊餅乾的快樂，就係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可以全身心咁投入去享受頭幾啖，充分榨取每一啖食物嘅快樂值，你可能食半塊就夠啦。你得到嘅滿足感，比你冇意識咁吞晒成盒餅乾仲要多。呢個唔係克制，呢個係更高級嘅享受。你冇剝奪自己食嘢嘅權利，你只係剝奪咗暴飲暴食嘅權利。好啦，學識咗點樣食，我哋再嚟傾下幾時食。好多人變肥係因為分唔清乜嘢叫做肚餓。書入面將飢餓分成咗4種類型，呢個分類簡直係將我哋直接睇穿晒。第一種叫生理飢餓，亦即係個胃肚餓啦。呢個係最真實嘅飢餓，你個肚會咕咕聲叫，你會覺得有少少頭暈，個胃有一種空虛嘅感覺。呢種飢餓係慢慢產生嘅，而且佢唔會揀飲擇食。呢個時候俾個蘋果你都會覺得係人間美味。對於呢種飢餓，唯一嘅解決方案就係去食飯。第二種叫口腔飢餓，呢個就係想過口癮。你個胃明明好飽，但你條脷想要少少刺激，想要啲脆嘅、甜嘅、凍嘅嘢。呢個通常係因為你嘅飲食太單調，或者你頭先嗰餐飯食得太急，味蕾未得到滿足。第三種叫心靈飢餓，亦即係情緒化進食，呢個係最可怕嘅一種。你覺得焦慮、孤獨、無聊、憤怒，你個心入面有一個窿，你試圖用食物去填滿佢，但你要知道，食物只可以填滿個胃，填滿個心。呢種飢餓嚟得非常之突然，而且非常之具體，你就係想食嗰種特定嘅食物，例如一定要係嗰間鋪頭嘅炸雞，一定要係嗰個牌子嘅雪糕，而且非常之唔飽。你唔會覺得滿足，只會覺得空虛同埋充滿罪惡感。第四種叫環境飢餓，呢個純粹係被誘惑嘅。你本來唔肚餓，但行過麵包鋪，聞到陣香味，或者見到同事食緊下午茶，又或者睇戲嗰陣覺得一定要食爆谷，呢種情況非常之普遍。正念飲食教咗我哋一個非常實用嘅工具，叫飢餓感掃描。當你想食嘢嗰陣，先停一停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你而家係邊種肚餓？如果係胃肚餓，咁就去食，大大方方咁食。如果係口腔肚餓，咁你可以飲杯水，或者食一細塊高品質嘅黑朱古力，用正念嘅方式等佢慢慢喺嘴入面融化，滿足下味蕾。如果係環境肚餓，咁就離開嗰個環境，或者將啲零食收落櫃桶入面。睇唔到，往往就唔會想食啦。最難對付嘅係心靈飢餓，書入面俾咗一個終極武器，叫衝動衝浪。你要將嗰種想食嘢嘅強烈慾望想象成海面上嘅一個巨浪。當呢個浪頭打埋嚟嗰陣，我哋嘅本能反應通常得2種，一係被佢捲走，瘋狂咁食；一係死命咁起幅牆去擋，死忍難忍。但大家都知死頂不如疏導，你擋得住一次，
擋唔到第二次。衝動衝浪教你做第三種選擇，踩喺滑板上面，騎喺個浪尖度。當你想暴食嘅衝動襲嚟嗰陣，唔好行去雪櫃度，先揾張凳坐低，合埋眼同自己講：我感覺到我想食蛋糕嘅衝動，呢種感覺好強烈，好似火燒咁。唔好去批判佢，唔好話我真係好冇用，只係去感受佢，感受下呢種衝動喺身體嘅邊個部位，係喉嚨繃緊，係胃部抽筋，定係心口悶。你會發現呢種衝動唔係一條直線，佢係一個波浪，佢會升起達到最高點，然後請注意呢個係重點，佢一定會跌翻落去。生理學嘅研究表明，一種強烈嘅情緒衝動如果唔被強化，通常只可以持續幾分鐘到10幾分鐘。你只需要喺呢個浪尖上面堅持幾分鐘，做幾次深呼吸，你會好驚訝咁發現嗰個令你囉囉攣想食嘢嘅諗法，自己就會變淡，甚至消失咗。呢個就係衝動衝浪。你唔需要消滅慾望，你只需要等佢過去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仲係會擔心，如果我忍唔住都係食多咗，咁點算啊？呢個就要提到書入面我覺得最治癒嘅一個觀點，自我關懷。喺減肥嘅路上，我哋對自己實在太狠啦。我哋就好似一個揸住條鞭嘅暴君咁，只要自己食多咗一啖，就狠狠咁刮自己。你呢個死肥仔、死肥妹，你永遠都瘦唔到啦，你冇得救啦。Jane Christler 博士話俾我哋聽，呢種自我攻擊先至係導致你減肥失敗嘅罪魁禍首。羞恥感會消耗你大量嘅心理能量，令你想透過食去安撫受傷嘅自己。所以如果你今日忍唔住食咗一餐大餐，或者食咗成件蛋糕，請你唔好怪責自己。你要好似對待你最好嘅朋友咁去對待自己。如果你個朋友食多咗，你會唔會指住佢鬧啊？唔會啊嘛。你會話唔緊要啦，呢餐好好食，你好開心，咁就夠啦。我哋下一餐再調整翻就得啦。書入面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，叫做外在智慧同內在智慧嘅結合。外在智慧係營養學知識，例如你知道蔬菜比肥肉健康，你知道吸收太多糖分唔好。內在智慧就係你身體嘅聲音，係你嘅飢餓感，係你嘅飽腹感，係你食完嘢之後身體舒唔舒服嘅感覺。正念飲食就係令你左手揸住外在智慧，右手揸住內在智慧。當你面對一件蛋糕嗰陣，你嘅外在智慧話你知呢樣嘢熱量高，冇乜營養，但你嘅內在智慧同你講，但我而家真係好想食，我心情唔好，我需要少少甜嘢。你平時識嗰啲減肥法會叫你聽左手邊，然後右手邊就會造反。放縱嘅食法會叫你聽右手邊，然後左手邊就會令你後悔。正念飲食嘅決定係咁樣嘅。好啦，我知道佢熱量高，但我都知我而家需要佢，所以我決定食。但我只會食一半，而且我會用最虔誠嘅態度、最慢嘅速度去享受呢一半。食完之後，我唔會覺得有罪惡感，我會覺得滿足。然後下一餐我會自然咁想食啲清淡嘅蔬菜，等身體平衡返。聽到未啊？呢個就係和解。你唔再係食物嘅奴隸，亦都唔再係食物嘅敵人。你係食物嘅朋友，你係你自己身體嘅主人。為咗令你可以真正將呢套方法用出嚟，我由書入面提煉咗一套飽腹感量表嘅操作指南。呢個係正念飲食課程入面嘅實操內容。我哋要將飢餓感同飽腹感量化成1到10嘅分數，1分係餓到前胸貼後背，甚至有少少低血糖手震；10分係飽到想嘔，必須要解開條褲帶。大多數肥胖人士嘅飲食模式係咁樣嘅，等到1分嗰陣先開始揾嘢食。呢個時候你會飢不擇食，見乜食乜，食得超級快，然後一直食到9分甚至10分，飽到喐唔到先至停低。而正念飲食建議嘅黃金區間係3分食7分停。當你嘅飢餓感去到3分或者4分嗰陣，亦即係你感覺到個肚有少少空，但仲未至於難受嗰陣，就開始進食。呢個時候你仲有理智，你可以從容咁選擇健康嘅食物，然後喺食嘅過程入面，時刻覺察住自己飽腹感嘅變化。食到5分唔餓啦，食到6分感覺舒服啦，食到7分呢個係一種微妙嘅感覺。你個胃話俾你聽，我搞掂啦，雖然我仲裝得落，但我已經唔需要啦。就喺呢一刻停落嚟，就算碟上面仲有你最中意食嘅紅燒肉，就算碗入面仲有一啖飯，放低對筷子，推開隻碟，同自己講我已經得到滿足啦。食多一啖都係負擔。一開始呢個係好難嘅，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育唔可以嘥嘢食，
但喺營養過剩嘅今日，將唔需要嘅食物硬塞入身體入面，放唔低啲餐具，先至係對身體最大嘅浪費，亦都係對食物最大嘅唔尊重。如果你覺得好難判斷乜嘢係7分飽，書入面有一個小技巧：中途停頓法。無論食緊咩飯，食到一半嗰陣，強制自己停低，放低餐具，飲啖水，離開張台行2步，或者淨係深呼吸1分鐘，等你個胃有時間俾大腦發信號。你會發現頭先仲覺得未食飽，停咗1分鐘之後，突然之間覺得好似冇咁餓啦。呢個就係俾大腦反應嘅時間。講到呢度，我諗你哋已經明白啦。正念飲食呢本書，佢教嘅唔係一種減肥法，而係一種生活法。佢唔單止係令你瘦，佢係令你重新揾翻感官嘅敏銳度，揾翻對生活嘅熱愛。當你開始正念飲食，你會發現你根本唔需要咁多食物。以前你需要3碗飯先可以填滿嘅空虛，而家半碗飯慢慢食就已經夠飽啦。以前你需要一餐暴飲暴食先可以壓得住嘅焦慮，而家幾次深呼吸嘅衝動衝浪就可以化解你嘅體重下降。只係你生活變好嘅一個副產品。你真正得到嘅係一個更平靜、更開心、更自由嘅自己。最後，我想送俾大家書入面嘅一句說話：每一啖食物都係一次選擇，你可以選擇冇意識嘅吞咽，亦都可以選擇有意識嘅滋養。由今日開始，由你嘅下一餐飯開始，試下慢落嚟，就算只係第一啖，就算只係飲一杯水，睇下佢，聞下佢，感受下佢，感謝佢。唔好忘記，快樂唔在於你食咗幾多塊餅乾，而在於你係咪真正擁有咗嗰半塊餅乾嘅當下。而家熄咗部手機，去好好享受你嘅一餐啦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